粉甲南地区的校园幸福列车最近开到嘉义阿里山的第三国小加三美国小，唔但送予学校加菜金，佮邀请前读课原来大头仔来遮摆档，现场煎予学生囡仔食。好吃吗？好吃。第一届食到章鱼烧这种物件，第三国小的学生大家拢食甲真欢喜。星期三当我的校园幸福列车专门提供资源予粉甲南的偏乡学校。这届因来到阿里山的第三甲三美两间国小，佮替囡仔传章鱼烧。他们知道要来的时候就很兴奋，一直很期待呢。赶快礼拜五到，我想要看看到底是吃什么这样子，他们就满心期待，每天都在问。来自社区甲民间的善心人士，为了照顾偏乡的学生，三冬来已经去过将近70间的偏乡学校，讲故事互囡仔听，嘛替学校加菜，佮邀请点心单啊，互囡仔食一寡平常时较罕咧食到的物件。那一般的话，这里路程又比较遥远，所以其实外界的资源跟关心度，当然就不会像其他的学校那么的丰富啦。除了关怀小孩，就是要告诉小孩子，将来如果长大有机会了，能力过了，就是要回馈社会啊，做善事。幸福列车人士表示，这是因3冬以来第一届来到这么偏远的学校，虽然路途真远，但是看到囡仔准备表演甲因欢喜的表情，都感觉真有价值。嘛，希望社会上有能力的企业会当较关心偏远学校，互囡仔有较好的教育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